援藏30载，真情暖高原专栏，今天带您感受安徽对口支援山南发展蜜蜂养殖产业，让群众走上甜蜜致富路。出席第4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中外嘉宾发表真知灼见，畅叙美好前景。驻守甘英雄雷达站的官兵们红心向党，扎根坚守，让英雄旗帜永放光芒。昌都市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区内外150多家企业提供1900多个应聘岗位。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今天是2024年7月7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自开展对口援藏工作以来，安徽省把产业援藏作为对口援建的重要举措，将产业援藏与改善民生密切结合，一个个应山南所需、尽安徽所能的产业项目，正为山南发展注入新动能。今天我们带您走进由安徽援藏工作队牵头为山南市招商引进的一家企业——西藏夜半风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感受援藏干部与当地干部群众的共同奋斗，体验高原特色蜜蜂养殖产业带来的甜蜜致富路。蓝天白云下，遍地的油菜花正进入盛花期，开得正艳。位于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的这个养蜂基地里，一个个蜂箱排列整齐，成群的蜜蜂密密匝匝，嗡嗡作响。这个养蜂基地隶属于山南市通过安徽援藏而引进的一家企业——西藏夜半风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上面这一层现在它还在繁殖，这一层的蜜蜂不是很多，封盖了，这样的蜜我们才会取，它的浓度才最高，质量才好。来自错美县的边巴拉珍，这段时间正在这个基地里进一步学习养蜂采蜜的经验。我们每一次采蜜之前都会来到基地学习采蜜的这些技术。今年我们乡的100个蜂箱预计能产蜂蜜在3吨左右。边巴拉珍的老家错美县乃西乡是安徽援藏在错美县的一个养蜂试点。谈起养蜂产业发展的过程与如今的成效，安徽援藏干部、错美县委常委、副县长郝朝军内心有点小骄傲。我们总有2种规格，一个是500克的，一种是250克的产品。去年在我们安徽食品博览会上广受欢迎，让我们消费者尝受到了我们西藏的味道。2019年，安徽第7批援藏工作队就发现养蜂产业投入小、见效快，非常适合我们当地的产业发展，能够让我们农牧民掌握一技之长，增加了收入。随后引进了这家养蜂企业。我们安徽第8批援藏队从科研、品牌创建、销路扩展等方方面面进行持续发力，使小蜂蜜变成大产业。安徽省对口援藏分片负责的错那、错美和浪卡子3个县市都是海拔较高的地区，在引进企业开展高原特色养蜂产业的起初，困难还是不少。在各个市县区开展养蜂试点的过程中，安徽援藏工作队广泛开展走村入户调研，在思想观念上进行引导的同时，还为群众无偿提供蜂箱培训养蜂技术。像呢，定让说是那个第一个呗，所用的没那个当今没当定技能间，上帝经明的，像呢第九间定干你他们的用不的也接人间定用不。持续用吧是那个定阿这个干你他们人间推出的间的用不样那是种的三绝，逻辑说间的用不样那是种那这样是写就。在安徽援藏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历经连续不断的努力，山南市的高原特色养蜂产业由点至面，逐步铺开。很多群众通过加入养蜂产业，也收获了如蜜一般甜蜜的生活。2023年，我们养殖项目为5个村集体带来了60万元的集体分红，年产量的话，蜂蜜原浆在10吨以上。我们乡里面一共有6个村，全部都做到了蜜蜂产业的全部覆盖。去年产值是20多万，下一步将我们的蜜蜂产业做大做强，让每户老百姓都享受到蜜蜂带来的甜蜜生活。如今，包括安徽援藏分片负责的3个县市在内，整个山南市的养蜂产业已经覆盖了8个县市区。
近5000户农牧区群众受益。目前我们的蜜蜂已经走进了60多个村庄，现在的规模已经到了8106箱。2023年我们生产了优质的蜂蜜120吨，产值在6000万左右。老百姓大概的整体的征收呢是606万。今年力争惠及7000多户老百姓，达到180吨左右的蜂蜜产量。养蜂的产业链还在不断拓展，在安徽援藏的大力支援下，2023年西藏夜半风声建立了蜜蜂文化主题生态体验园及蜜蜂文化体验、蜂巢特色民宿、科普研学及乡村旅游、文化旅游为一体，同时还建设了1200平米的现代化蜂蜜生产线，致力于把养蜂产业打造成产学研、农文旅为一体的1、2、3产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带他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智慧蜂箱，普及了我们的蜜蜂采蜜的一些知识。我们生态体验园参观跟研学的人数达到2万多人次。如今，西藏夜半风声这家公司已经在整个山南市发展了50多个养蜂基地，培养了当地养蜂技术人员80多名。蜜蜂的附加产品也在日益丰富，西藏野花蜂蜜、西藏野花蜂王浆、西藏蜂蜜面膜、蜂蜜啤酒等走出高原，走向全国。下一步，通过企业加援藏工作队加村集体的模式，扩大养殖的规模和各族干部群众持续发力，确保农牧民持续增收，把养蜂产业打造成西藏农产品一张亮丽的名片，高质量助力乡村振兴。7月3号至5号，第4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市鲁朗镇举办。论坛上，中外与会嘉宾、专家学者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主题，在主旨论坛及圆桌会议上，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出发，发表真知灼见，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保护与发展献真挚之言、宝贵之策。如何在保护好环喜马拉雅区域生态环境的同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嘉宾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论坛上，嘉宾们纷纷分享各自的见解与经验，为共同发展和学习互鉴碰撞智慧的火花。As we gather at the roof of the world, let us not only reflect on the challenges we face, but also on the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that lie ahead of us. This also befits the theme of the forum to promote the harmony of humans and nature, sharing the fruits of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situation becomes more intricate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and sensitive areas like Himalayas, especially in face of climate change. Most of the rivers originate from it, and its biodiversity is crucial not only for the region but also to the entire world. 紧紧聚焦高原农牧业的标准化体系建设、特色产业提档升级和产业融合发展等关键环节，大力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大力增强在环喜马拉雅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大力推进高原特色农牧业的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观点在这里碰撞，智慧在这里交融。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让人瞩目，雪域高原的魅力闪耀在跨喜马拉雅地区。与会嘉宾们也纷纷对西藏的发展予以肯定。The people in Xinjiang enjoy a prosperous life with full and equal rights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ield. Noting these successful moments, Myanmar family believe that the Nichi initiative would deepen 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share the outcome of the development, promote to people and cultural dialogues and exchanges and safeguard the diversity of world civilizations and mainta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improve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一个个会议紧扣当下热点，一场场发言充满远见卓识。论坛搭台，与会嘉宾相互交流建设成果，分享发展经验，共话环喜马拉雅区域未来，以思想之光指引更加广阔的未来。藏药以其独特的疫病理论体系和成药化、标准化、规模统一的快速给药方案，成为古老藏医献给人类的礼物，是藏药人类命运
共同体最急切的健康诉求所带来的福祉。藏医学不仅仅是贡献在亚洲，也应该贡献给全世界。西藏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有非常独特的地理和人文优势，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在生态旅游探索与实践方面，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So our research plan, we make research on food and nutrition export and import, addressing global food security challenge and foste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knowledge exchange and capacity building,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transf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llaboratio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我们将坚持以开放促合作，用好本次环喜马拉雅合作论坛的成果，依托论坛加赛事加会展，不断增进与尼泊尔、博喀拉市等友好城市的交流交往，承办好国内外各项重大会议赛事活动，邀请更多外国政要赴林参观，更多外媒记者到林参访，把林芝打造成为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窗口。今年是中央军委授予甘巴拉英雄雷达站荣誉称号30周年。在海拔5374米的甘巴拉山上，一代代官兵怀揣钢钎打不尽，人也要扎根的坚强信念，传承甘愿吃苦、默默奉献、恪尽职守、顽强拼搏的精神，红心向党，扎根坚守，拼搏进取，让英雄的旗帜永放光芒。今年是中央军委授予甘巴拉英雄雷达站荣誉称号30周年。近日，一场空军红色地标巡礼活动走进甘巴拉英雄雷达站，驻藏空军部队及甘巴拉雷达站老兵代表与雷达站官兵们共同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未来的甘巴拉始终要在党的指引下接力奋斗，要坚持扎根奋斗、向战奋斗、创新奋斗，永远奋斗，诠释甘巴拉精神新的时代内涵。甘巴拉在藏语中意为不可逾越的高山。上世纪60年代，一批空军雷达兵来到这里，靠着肩扛背挑，将第一批雷达设备运上海拔5374米的雪山之巅，结束了西藏没有空防的历史。雷达天线第一次运到阵地，王文明拎起铁锤，把三角铁都砸成了麻花，都没砸进去。咱们甘巴拉人就是这样，钢钎砸不进，人也要扎根。1994年，中央军委授予该站甘巴拉英雄雷达站荣誉称号。退伍老兵杨吉才曾在甘巴拉英雄雷达站担任指导员。借着这次空军红色地标巡礼活动，他在多年后重返甘巴拉，最大的惊喜是碰到了老战友的后人。当时我在列队当指导员的时候，你跟你妈妈来部队，是我们那个的老兵，你当时才这么高，小子已经长这么大了。龙斌的父亲曾在甘巴拉英雄雷达站服役12年，受父亲影响，龙斌15年前报名参军，来到西藏，并在机缘巧合之下来到了父辈曾战斗过的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现在自己也来到了甘巴拉，作为新一代的甘巴拉人，我们将会继续传承甘巴拉的甘愿吃苦、默默奉献、恪尽职守、顽强拼搏的精神，继续扎根在雪域高原。我离开甘巴拉站已经20年了，这次回来变化很大，目睹了咱们甘巴拉站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希望甘巴拉人要继续弘扬传统，把咱们甘巴拉精神在新的形势下发扬光大。在回家的这180多个日夜里，我时常梦回甘巴拉，想起这里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在这次空军红色地标巡礼活动中，20多名甘巴拉雷达站老兵回到了他们曾战斗过的地方。王胜全曾在这里奉献了28年的青春，也是在甘巴拉服役时间最长的战士。这就是我当兵之前的照片，你看这头发多好，多浓密。您是几年入伍的？我是93年12月入伍的，这大概是93年7、8月份照的照片，就是2015年的样子。那时候多大呀？那个时候41岁，已经成了老高原了，头发都退休的比我早。因为长时间工作奋战在高海拔地区，在甘巴拉近30年的时间里，王胜全看上去比同龄人老很多。
每次休假带着儿子出门，父子俩常常被误认为是爷爷带着孙子。在这期间，王胜全有多次调往低海拔地方的机会，可他选择了坚守。做人嘛，不能忘了初心。我从一名战士成长为一名高级士官，我舍不得培养我的地方。孙朝亮是甘巴拉雷达站的一名雷达操纵员。6年前，他的妻子邢雨晴为了能和丈夫离得更近，选择来到日喀则市康马县支教。即使如此，两人相聚会面的机会也并不多。有一天，他说：“丫头，你看我在山的这头值班，你在山的那头上课。就是想你的时候，我会望着你的方向，站好我的岗，守护祖国，守护你。”他就悄悄的就来到西藏了。他在这儿稳定了之后，才告诉我在部队里，我不太好去照顾他。就是很多事要靠他自己。在海拔5374米的高山之巅，一代代甘巴拉官兵传承接力，奋战在空防预警一线，托起西藏与周边地区的空中桥梁，让甘愿吃苦、默默奉献、恪尽职守、顽强拼搏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光芒。一群群平凡的官兵，朴素的官兵，抱着崇高的理想，干着伟大的事业。以前老前辈吃的苦，作为新时代的这个官兵来说，不仅仅要吃这些苦，坚持把这个练兵备战工作干好，赋予我们甘巴拉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昌都市2024年青春飞扬职场绽放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今天在昌都茶马广场举行。我学的是环保类专业，今天来看一下有没有适合自己专业的岗位。我是去年毕业的，想找一个关于文员的工作，我也投了简历，希望应聘成功。投了3份简历，应聘了福建省还有天津省的一些岗位，想去外面学一些技术。此次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共有来自区内外的150余家企业，提供了1900多个应聘岗位，涵盖行政、文员、酒店餐饮、营销、商贸零售等各类职位。我们将持续做实做细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组织促就业系列的活动，为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更多的对接平台。近年来，茶余县围绕农牧特色产品产销供配一体化谋划、系统化推进的思路，引进强企，注入活力，创新利益联结，塑造本地品牌，让现代化的发展路子越走越稳定，越走越宽阔。走进茶余县八一村雅江血牛繁育场，一排排圈舍宽敞整齐，一头头膘肥体壮的偏牛悠闲地吃着营养的下午餐。据了解，八一村雅江血牛繁育场是茶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托管的牛场之一。2023年10月份，农业农村部在拉萨举办西藏高原农牧产业招商引资企业西藏行活动。西藏茶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考察后，决定在茶余县发展农牧特色产业。截至目前，这家招商引资公司共投资3000多万元，管理大小牛场4家，羊养殖场1家，跑山鸡养殖场1家。现有牦牛200多头，偏牛100多头，各类品种的羊150只。公司承包的6家养殖场，保障村集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同时，我们每一个村的养殖场都要用到当地的农牧民来务工，同时还要给他们教技术。作为招商引资企业，茶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养殖业方面采取种畜、建圈、饲养、加工、销售的一条龙发展模式，为茶余县养殖产业升级、畜产品提质增产和农牧民增收提供了模板，提升了农牧产品附加值，拓宽了农牧民的致富路。等大致的单一种可能在人呢，他人天人只是个竞争规律，而且中百在海了，人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应该。接下来，茶余县将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充分发挥招商引资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形成规模化、产业化、效益化、现代化生态养殖，着力打造特色化农业产业强县。积极引进有技术、会管理的企业进行全面的运行和管理。下一步，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会积极引导当地群众到企业参加务工、学技术、学管理，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为提升文旅服务水平，满足来拉游客个性化需求，近日拉萨市坚持基础设施与配套建设并重发展，拟规划布局8处旅居车营地停车场，推动露营旅游健康有序发展。前期呢，我们开展专题研究，主要就是结合拉萨旅游线路、城市综合交通、市政基础设施配套等现状及规划分析，对拉萨中心城区旅居车营地停车场进行选址，并对房车营地配套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据了解，专题研究从选址、建设、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考虑，计划因地制宜打造高品质旅居车房车营地、复合型旅居车房车营地、房车停车场3种类型。选址除在市区外，还将延伸至堆龙德庆、林州等县区，充分依托当地旅游资源，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下一步呢，我们主要推进交通主干道、重点旅游景区与旅居车、房车营地的连接道路建设，加强旅居车、房车营地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引导城镇水电气、排污、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向旅居车、房车营地建设区延伸，完善旅游交通标识，把旅居车、房车营地标识纳入公共交通标识体系。规范便利的旅居车营地停车场不仅能为来拉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旅行选择和舒适安逸的旅游体验，也能让全国各地的游客看到拉萨这座城市的热情和诚意，更能为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注入新活力。我就将继续关注自驾游市场的发展动态，不断配合完善旅居车营地建设规划和管理制度，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同时也呼吁广大游客在享受自驾游带来的快乐的同时，也请注重保护高原自然生态环境，共同营造美好旅游环境。下面来看一组简讯。日前，自治区2024年中职学校导游服务养老照护技能大赛在林芝闭幕。比赛中，来自区内中职学校的56名选手展示了娴熟的技术和良好的精神风貌。通过比赛，选拔了一批素质优良、技术精湛的专业技能人才。近日，中国科学院科普演讲团在那曲市色尼区第1小学、第2小学、第3小学举办了3场主题为“你身边的宇宙，我的南极，动植物大战”的科普讲座，丰富了孩子们的科学知识，激发了他们对科学的浓厚兴趣。近日，琼结县举办2024年安康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选手们通过敏捷的思维和过硬的安全生产业务知识，展现各自风采。通过以赛促学，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安全责任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近日，芒康县邦达仓故居陈列馆正式开馆，该馆总投资2950万元，总建设规模9300平方米。陈列馆通过历史文物、场景、文献档案、老照片、绘画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等，简明而生动地展示了邦达仓的内涵要义和时代价值。近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军心志愿服务队走进拉萨市部分小学，指导学生开展各类沉浸式军事体验活动，并开展国防教育讲座，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和军事体验课，激发了学生们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今天上午，日喀则市第1届鲁藏同心杯中学生足球邀请赛拉开序幕。此次比赛以鲁藏同心展青春风华，强国有我，普时代华章为主题，共有山东对口援藏的8所学校组建的8支队伍参赛。此次比赛将从7号持续至11号。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请关注珠风云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再见。